中东局势紧张，美国总统 Trump 是经过伊朗15天内，就爱甲美国达成核武器的协议，若无是无排除会发动攻击。目前这美军一个中东的军事部署是20天来规模上介大的，风声讲美国是有可能会先发动一届攻击，逼伊朗来签协议。 美国总统川普伫19点华盛顿举行的和平委员会头解会议，搁再一摆对伊朗发出严正的警告，要求要赶紧达成协议，若无则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。 We have to make a meaningful deal. Otherwise, bad things happen. So now we may have to take it a step further, or we may not. Maybe we're going to make a deal. You're going to be finding out over the next probably 10 days. 当时阵，美军当咧向中东进行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上大规模的军事部署，8点钟来调动超过50台战机，飞向欧洲甲中东四围，含已经伫当地林肯号航空母舰。 搁有要驶向当地海域的福特号航空母舰，另外搁有13只驱逐舰野外的军力，正做川普所讲的无敌舰队。相关人士表示讲，川普当咧暗算最近要对伊朗发动一届有限规模的初步攻击，目标是上准少数的军事也是政府设施，毋是全面的战争。要来强迫伊朗接受美国所提出的全面恢复拆掉弹道飞弹等要求。 It's going to be unfortunate for them. I would think that would be enough time, 10, 15 days, pretty much maximum. 分析指出讲，伊朗无可能全部接受美国的条件。德黑兰当中嘛强硬回应讲，任何美国的军事攻击，拢会遭受决定性的反击。伊朗最近展开实弹军演，搁伫阿曼湾和罗西亚举行联合海上演习，展现封锁霍姆兹海峡海上航道，甲攻击区内美军基地的能力。 战争的危机愈来愈紧张，全球的股市受到影响拢落差。东港美国主要指数收价，各价油价爬升到几若个月的高点。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。